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。今天咱們再來聊一聊機器人啊。今天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，寫的還挺有意思啊，叫造出來了賣不出去，人形機器人的集體尷尬。這個我記得我們以前也聊過啊。今天在網上看到這個人寫的還挺，似乎挺專業啊，感覺他了解比較深。我們一起來學習一下啊，他是怎麼看的？他說啊，所有人都在回避的問題，什麼問題呢？就是機器人吶，人形機器人到底誰在買單，誰會贏？他是這麼說的啊，他說啊，去年啊，全球人形機器人行業融資額超過50億美元，菲戈爾估值36億，智源破100億，語數 G1把價格打到了9.9萬一台 ，demo 視頻一個比一個燃，發布會一場比一場炸。更有一場的馬拉松比賽。但你看真實的出貨數據，一台人形機器人造出來 ，demo 拍完，發布會開完，然後去哪兒了？大部分去了同行的實驗室，去了大學的機器人系，去了科技館的展台，真正在產線上幹活的屈指可數。這個當然了，對吧？大部分都在表演嘛，在扭秧歌，是不是？這個行業目前最大的客戶不是工廠，不是倉庫，不是醫院，是投資人。連投資人買一台回去看一看，這不是黑，所有新技術都要經歷這個階段，自動駕駛也經歷過。2018年最熱衷於買激光雷達的是其他自動駕駛公司，不是車企。但問題在於，具身智能不能永遠靠同行買單，他得找到一個場景，讓客戶心甘情願掏錢，不是試試看的那種，是必須買，買了就用，用完還要複購的那種，就像手機一樣的啊。那這個場景在哪兒呢？按落地難度，從低到高排4個梯隊，它分成4個難度的。第一個梯隊，工業製造，汽車總裝車間是目前最確定的場景，線束插接、螺絲擰緊、物料搬運，這些崗位還在大量依賴人工，一個人工一年成本12萬到15萬，一天幹8小時，一年250個工作日。如果一台機器人能頂一個人，2年多回本，採購大概率會買。但頂一個人這3字目前是最難的事。一個熟練裝配工插一根線束大概3秒，機器人目前最快大概15秒，不是手慢，是插之前要先看、先定位、先規劃路徑。人類是一氣呵成，而且工廠不是只生產一種線束，今天插這種，明天插那種，分層架構，換任務，要重新編程，端到端要重新訓練，成本都不低啊。這個人說的啊，他說那這種你今天插的是這種細的是你要給他練一下，調好之後，明天插粗一點的，那你又得重新訓練，重新底层要重新編程，大概这意思啊，那成本就很高了。所以汽車工厂現在態度很統一，2台試用半年看看，比亞迪、吉利、蔚來都在試，但沒有一家宣布1000台級的採購，一個都沒有人家就是搞2台試一試在這兒磨合。第二梯隊，特種作業、電網巡檢、礦井勘測、危化品處理，這場景有個共同特點，比人安全，是剛需。化工廠的反應服，人進去要穿全封閉化工服、防化服夏天10分鐘就會虛脫。機器人進去壞了換一台，這種場景不在意機器人貴不貴，在意的是可靠。而特種環境的不可預測性、狹小空間、高溫高濕、強電磁干擾，每一個都是傳感器和電機的殺手。也就是你真要讓機器人你去這種特種環境裡面，那萬一壞在裡面，那還得麻煩了。第3梯隊，商用服務，酒店送物、餐廳傳菜、醫院物流，這個這早就有了，是不是有需求，但價格極其敏感。一台送餐機器人一天送100趟，大概頂半個服務員，一個服務員月薪4000，一年5萬，機器人賣10萬，2年回本。2年對餐飲老板來說時間太長，這個行業門店平均壽命也就2年多。商用服務機器人核心不是技術，是能不能把成本壓到老板閉着眼就買了的水平，對吧？你確實便宜。第4梯隊，家庭陪伴，
安全、成本、需求非刚性三重暴击。语数 G1 定價9.9萬，被很多人解讀為家庭機器人的開始。說實話，沒有那麼簡單。G1 的9.9萬是賣給開發者的，不是賣給你家客廳。也就是說，你買了之後，你還得編程啊。讓一個普通家庭掏10萬買個機器人，它能幹的事遠超目前任何一台人形機器人的能力範圍。場景優先級不是誰想出來誰贏，是哪個場景失敗成本最低，哪個場景先跑通。工廠廢一個零件損失幾十塊，手術室廢一個人那是另外一個量級。家庭引發火災是災難，工業先跑，特種跟上，商用慢慢磨，家庭等着。這是物理和經濟決定的，跟技術先進與否沒關係。就是作者認為啊，你先跑通的肯定是商業，用在商業上，商業上是壞了能處理啊。這就像開車呢，開車你盡量撞那些有價的東西，不能撞活物啊，活物的東西無價，不要撞人。你撞電線桿不要緊，電線桿反正有價，你賠唄，保險公司上。但是对吧，你盡量別撞人，撞人那就麻煩了啊，就這道理啊。那它這個機器人最先最好是在工廠上使用。那工業場景什麼時候從試試看變成趕緊進？那什麼時候呢？他說一個生產線工人年薪加社保約15萬塊，一天有效工作6、7個小時，一台人形機器人賣50萬，加上維護、編程、部署、調試費，4、5年都不一定能回本。老闆直接扔垃圾桶。賣20萬。回本大概1、2年，開始有人認真考慮，但前提是效率和可靠性不能比人差太多。賣10萬，回本不到1年，魔法數字 B 端採購從試點變成標配啊！相當於你用1年你就賺了，對不對？你10萬買個機器人，你還調試嘛？那差不多就是你再花5萬調試，那這個機器人它就能頂一個人1年15萬，那這個機器人你幹1年，第2年就全是賺的啊，是吧？那這樣的話呢，那很多工廠它就願意配置了。目前市場上最便宜的人形機器人是语数的 G1 9.9万，但双手是简化夹爪，主要賣給開發者和科研機構。真正能幹產線活的 UB 選50萬往上。特斯拉的如果按照馬斯克說的做到2萬美元，約14萬人民幣，確實會改寫格局。但這個目標目前還沒有時間表，也就是啊，機器人目前是人形機器人最難的恐怕是手的吧，手的動作、小動作、細節，你很難，這玩意兒給我開發挺難的，是不是？有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細節，機器人替代工人不是1比1，工人一天不是每1分鐘都在幹活，會上廁所，會喝水，會摸魚，機器人沒有這個問題，24小時連軸轉，只在維護時停。一台機器人算上可工作時間，大概頂2.5到3個人。這個賬一算 ，B 端的投產比邏輯其實成立。即使單價在20到30萬，只要有效工作時間是人的2.5倍，回本周期可能比看起來短得多。但 B 端採購決策從來不只是看賬本，還有3個很大的阻力。第一個是可靠性，買一台機器人回來能連續幹多少天不出錯。工廠零件按10萬件計，廢品率超過1/1000，整批報廢。你的機器人幹1000個零件就錯一個，廠長不會跟你討論投產比，他會直接退貨。實際上這就是良率，是吧？良品率。第二，柔性，產線切換時機器人能不能跟上？分層架構要重新編程，誰來編？編一遍要多長時間？端到端要重新訓練，誰來訓練？數據從哪兒來？這些都是隱性成本。第三，責任，機器人在產線上幹廢一個零件，算機器人的，算操作工的，算編程工程師的，還是算供應商的？這個責任歸屬，現在行業裡還沒有統一規則。第三個問題不是技術問題啊，是商業問題。但他們攔在技術和成交之間的裂縫，比任何技術瓶頸都寬都大。什麼東西呢？哪個行業現在就是這個機器人啊，人形機器人行業到底處於什麼階段呢？有沒有可以類比的參照系？那就是新能源汽車。2014年到2016年，新能源車跟現在的人形機器人幾乎一模一樣，供應鏈剛起步，核心零部件稀缺且貴，
整車廠靠補貼和融資活着，消費者用腳投票，但那幾年也是產業鏈打地基的關鍵窗口。寧德時代在那時候把電池良率從 80% 提高到 95% 以上，拓普集團從做減震器轉型做輕量化底盤，拿到了第一批特斯拉訂單。人形機器人現在大概就處在這個階段，不性感不體面，但供應鏈在悄悄成型。那麼對標新能源車啊，說人形機器人上海工廠時刻還需要3件事同時發生，也就是特斯拉啊，上海工厂不一下讓新能源汽車燃起來嗎？那人形機器人呢？对標新能源汽車，那它什麼时候能燃起來呢？第一個啊，說單價跌破20萬，至少一個1000台級的訂單出現，正常運行時間超過 95%，3缺1不可。這是作者認為啊，認為你單價低於20萬，然後這個一次訂就訂1000台訂單啊，然後正常運行 95%，能做到這個，那就是機器人恐怕被大家接受，被工厂爆發。而且有一個標尺特別管用，就是1萬小時。工廠設備採購有個規律，試用前100小時什麼毛病都看不出來，100到1000小時小問題開始暴露，1000到1萬小時真正的可靠性問題才會浮現。一台機器人在客戶那兒跑滿1萬小時沒被退貨，至少跨過了商業化的最低門檻，也就是能成功跑1萬小時啊。目前国內能邁過1萬小時門檻的機器人，絕大多數不是人形機器人，是做倉儲、海柔創新和極致加4個輪子加一個托舉機構，醜到極致。但在京東、順豐、菜鳥的倉庫裡跑了幾萬小時，不是在 demo 啊，是在真實的搬貨，啊。場景大於形態，先在一個確定的場景活下来，賺到錢再進化，不是造一個萬能的形態再去找場景。海外某明星人形機器人公司累計融資超10億美元，某視頻播放量幾千萬，每條都是科技媒體的頭條，但商業化收入為0。不是產品不好，是他一直在追求通用，能跳舞，能翻跟頭，能聊天，能搬箱子，什麼都能做，什麼都做不精。B 端客戶問完報價後，全部禮貌離場。50萬美元一台，你讓我用在哪兒？也就是太貴，而且沒有什麼具體的場景啊。在行業早期，場景聚焦比技術通用值錢得多。那這樣下去，對吧？誰能跑出來呢？誰能贏呢？所有淘金熱裡都有一個老道理，最先賺錢的從來不是挖金子的，是賣鏟子的。具身智能現在就出沒人挖到金子，但賣鏟子的已經建好別墅了的階段。減速器廠在賺錢，絲槓廠在擴產，傳感器廠在接樣，整機廠還在燒錢搶位子。這個階段會持續多久？錢接下來會往哪裡流？文章說啊，先看終局，誰也看不清10年後，但有3個方向有可能，方向決定押注啊。他說，第一個，蘋果模式，一家公司從芯片到 OS 到硬件全站自研，軟硬一體，吃最大那塊利潤。特斯拉正在走這條路，自己端到端模型，自己的這個本體啊，自己的超級工廠。蘋果自己也在秘密做人形機器人，這條路如果走通，贏家是極少數的。第二個是安卓模式，生態分工，有人做大腦，谷歌 OpenAI， 有人做身體零部件廠和代工厂，有人做應用場景解決方案商，各吃各的環節。這條路門檻更低，玩的人會最多。第三個是 Winter 模式，核心零部件標準化後啊，整機品牌變可替代的組裝廠，利潤被上游零部件巨頭抽走。PC 時代，戴爾、惠普、聯想賣電腦，最賺錢的是做 CPU 的英特爾和系統的微軟。作者認為啊，他說啊，先安卓後 PC， 硬件差異化太難。你造一台人形機器人出來，過2年別人也能造，護城河不夠寬。長期來看，利潤會沿產業鏈往上走，從整機品牌流到核心部件和數據平台。這個過程需要3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說，現在2028年，就是現在到2028年啊，硬件為王，誰能把減速器、絲槓、力傳感器做到大規模、高良率、低成本，
誰就能先賺到錢，確定性最高，也是目前 A 股最看得見的方向。綠迪、協波、桑花智控、拓普集團、明志電器全在這個梯隊。第二階段，2028年到2032年，軟件和數據為王，機器人操作系統和動作數據庫開始產生網絡效應，用的越多，數據越多，模型越好用的人越多，飛輪轉起來，數據平台公司和垂直場景的頭部開發商、方案商開始冒頭。第三階段，2032年以後，服務和應用為王，細分行業的機器人解決方案商，像今天的成為新利潤地、新利潤池啊。現在離這個階段還很遠，不用着急下注。怎麼判斷行業正在一個階段走向另一個階段？要看到4個信號。作者說啊，信號1，減速器或絲槓出現3家以上100億市值上市公司，綠迪、協波一度摸到過100億，但沒有站穩。什麼時候綠地、桑花的絲槓業務，再加一家力傳感器公司能各自站穩100億，說明核心零部件的大規模商業化被資本市場正式確認。信號2，一台人形機器人的 BOM 成本跌破10萬人民幣，目前能幹活的人形 BOM 成本大概20到30萬，壓到10萬以下，整機就能做到15到20萬。這個價位的投產比邏輯會引爆弊端需求。宇樹 G1 賣 9.9 萬，但那是閹割版。信號3說，至少有一家主流主機廠宣布1000台級採購，不是戰略合作框架協議，是真金白銀的採購訂單。比亞迪哪天宣布已下單1000台，融入長沙總專線，這標誌着拐點。信號4，某國產機器人公司單季度經營利潤轉正，不是靠融資活着，是靠賣產品賺錢。目前除了做 ARM、極致家和海柔，人形機器人公司還沒有一家做到。4個信號現在一個都沒響。信號1最近接近但沒有到，信號2到4還在路上。所以當前階段確定性最高的還是賣鏟子的零部件供應商，減速器、絲槓、力傳感器、空心杯電機，這4樣每台都要用，用量不小，每一道都有真工藝壁壘。那這裡面還涉及了材料啊，人形機器人有各種特種材料，聚醚醚銅啊，高性能工程材料，機器人的关節和結構件原來用鋁合金甚至鋼材，現在有人開始用PEEK 替代，密度只有鋼的1/6，比鋁合金還輕40%，強度能做到鋁合金的水平，而且自帶潤滑。PEEK 齒輪跑起來不用加油，噪音低，耐磨性甩普通工程塑料幾個檔，但改性 PEEK 貴，幾千塊錢1公斤，注塑溫度接近400度，不是隨便一家塑料廠都幹得了的。國內主要是中研股份做上游樹脂原粉，沃特股份做下游改性和成品，體量都還小，但方向一旦被機器人帶起來，增量很可觀。減速器是國產替代進口， PEEK 是塑料替代金屬，周期更長，方向確定。還有一種東西叫柔性齒輪，原理跟協波減速器類似，靠柔性變形傳動，但結構更簡單，零件更少。如果能走通，对協波減速器是個衝擊。就像 LCD 替代 CRT， 不是你差，是有人用更簡單的方法彎道超了車。不過柔性齒輪目前極其早期啊，保持關注。最後作者他說这個行業現在有很大的很多陷阱，但最大的陷阱是什麼呢？最大的陷阱，他說純人形創業公司無場景驗證當估值獨角獸，人形的故事太性感了，一級市場搶着投。但如果你問這家公司的 CEO， 你的機器人在哪個客戶的生產線上跑過1000小時以上，他回答不出來，那就不是投資，是賭石。自稱跟特斯拉用同款減速器，這個很多機器人創業公司，人形機器人創業公司，他都會這麼吹跟蘋果對吧同款減速器，但是同款不等於同樣待遇。蘋果認證能帶你飛，蘋果砍單也能讓你死。特斯拉供應鏈同樣道理，沒有自研能力的純集成商，硬件標準化後護城河約等於0，被上游擠壓，被下游比價，
夾在中間最難受。反過來，什麼公司值得長期跟蹤呢？在一個細分零部件上做到國內甚至全球前3，哪怕現在體量小，在某個具體工業場景裡面跑通，哪怕它的機器人長得不完全不酷啊，擁有獨特的真實數據積累，數據是跑出來的，不是買來的。這個不是投資建議，是篩選的框架。最後作者說啊，別被人形騙了，也別被萬億賽道、iPhone 時刻、機器人元年這些大詞騙了。故事能推高估值，推不高產品力。場景決定形態，人形只是選項之一，不是標準答案。工廠裡那個4條輪子的，頭上頂個轉來轉去蘑菇的 AMR 可能比任何一台人形機器人都更接近商業成功这4個字。壁壘在工藝，不在圖紙。哈莫纳科60年的熱處理經驗，綠地斜坡追了10幾年還在追，差距不是你看懂圖紙就能補上的。寧德時代赢不是發明了鋰電池，是把良率做到了 99%。關節賽道同樣劇本。第3個，數據是跑出來的，不是買出來的。沒有一朵雲能告訴你拿一個玻璃杯需要多大的力，這個答案只存在那個捏碎了99顆雞蛋的機器人手裡。下次看到一個人形機器人在舞台上跳舞，問自己一個問題：他那雙能跳舞的手能不能摘下一顆草莓而不把它捏爛？如果答案是不能，那他可能還差着1000次真實的摔倒和1萬顆被捏爛的草莓。實際上啊，如果機器人連摘草莓都不行，摘藍莓都不行，那這機器人還是替代不了人工啊。實際上，這個我感覺跟手指的關節啊、靈活度、這個傳感器等等啊，都有密切關係。要做到這個，恐怕還需要時間呢。那這個在作者認為啊，目前的人形機器人非常尷尬，就是能造出來，而且也有產能了，很多企業都在做，但是沒人買。買機器人的都是那些什麼大學啊，這個研究機器人的是吧？都是競爭對手，買一個回家研究的。然后少量的就是那些人買了之後去表演的。真正的應用啊，真正讓它產生收益，替代人工或者幹個活，現在還很難。尤其是說的就是人形機器人啊，人形機器人。所以現在就是人形機器人尷尬的時刻，造出來了，但是賣不出去，沒人要。那參考新能源汽車啊，政府給補貼，新能源汽車就賣出去了。那這個人形機器人政府會不會補貼呢？如果政府補貼，那我們的爛尾樓，我們的這個是吧，各種這個垃圾場，那肯定堆滿了各式各樣的人形機器人。你只要補貼是吧，人家就敢幹。看了這個文章之後，我在想啊，人形機器人發展的越好，那牛馬日子就越難過，因為它最有可能的方向實際上是替代牛馬，是吧？工廠裡面流水線上面不需要牛馬了，而且這還是第一方向，是最容易實現的。那正在往這方面努力。其他的方向本來是需要機器人的，对吧？比如說啊，特种场景、危險情況下，是吧？比如下礦井檢查瓦斯，對吧？或者是進那個特種設備裡面，恰恰這些還來不了。這個替代人是一個好辦法，但是這個發展還早着呢。所以說，人形機器人如果發展起來，那反而給社會造成很多問題，失業的人會越來越多，叫無就業繁榮。而這個家庭陪伴，這個倒是稀缺，是不是？因為現在老齡化啊，年輕人少，這個提供這個養老服務的也少，這個還需要很多機器人。但是現在這個也還早着呢，機器人會不會整出人命出來，這都很難說啊。這個機器人這個行業啊，尤其是人形機器人，那一樣啊，也免不了俗，一哄而上，最後是一地雞毛。未來，對吧？能脫穎而出的機器人公司啊，很有可能還不在這些公司裡面，我們拭目以待。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評論，謝謝大家。